继续来看，有上新的研究发现讲，若伤大颗有代谢症候群的患者，糖尿病风险是一般人的6倍。为着要提升民众健康的意识，卫福部今年头一届办理奖励活动，这届有3000多人报名来参加。透过专业的指导，有超过50%的人目前拢有改善。 40多岁啉酒者是伫咧厝接案的自由工作者，平常时想要食什么就食什么，体重一度称到78公斤。健康检查报告也拢是红利，互医师警告讲已经得到代谢症候群。后来伫诊所，医师建议他开始3顿定量，也培养路跑的运动习惯。无想到1年内，伊就成功的减重10公斤，并且身体也变健康了。我的衣服就是我有从 M 到 3L 的尺寸都有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衣服已经有爆量了，我不想再买衣服了，所以先把自己减下来吧。卫福部佫建议讲，大颗加代谢症候群是慢性病的高风险因素，为了协助民众远离代谢症候群，今年头一摆举办奖励活动，提升民众健康意识。总共有2800间的诊所，大约3700位民众参加。伫专业人员指导下，互民众养成运动习惯，食物件减少油、盐、糖。 也有钙粉加薄冰糖，结果显示有超过50%的参加者血压、血糖、血脂这3个指数拢改善，将近500人已经成功脱离代谢症候群的风险。代谢症候群刚刚提到了，它会导致糖尿病的病人可能我们大概可以有6倍的风险啊，那脑中风大概是有2倍的风险啊，所以我刚刚提到它跟我们慢性疾病有极相关性，所以呢，如果能够在早期的在代谢症候群这边能够阻断，那就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产生。 国健署呼吁民众维持健康生活习惯是袂使停的。全全台已经有27万民众加入代谢症候群的防治计划，是要做好头前的健康管理，就是降低身体负担，减少以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甲住院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